分之10日，清迈一贯道到场参访，9点到16点，特别赠送泰式按摩2小时波浪符，体验当地清迈长康夜市。9点到16点，一贯道到场参访特别赠送泰式指压2小时，泰国古式按摩与中医的推拿相近，经常按摩穴位也会舒筋活络。特别安排近2小时的疗程，使你强身健体，而且神清气爽，让您在精彩刺激的一天活动后，可以有完全放松自己、爱护自己的享受备注：但凡16岁以下的小孩，恕无法安排按摩，因担心骨骼还在成长阶段。清迈奈特巴萨尔长康夜市，在这里面包括奈特巴扎商场，还包括安萨恩马基特。清迈夜市原本只是昌康路的一群摊贩，因为位置在爱美酒店、邓丽君住过饭店周边，这区旅馆林立，摊贩愈来愈多，路边摊贩云集的夜市，贩售各式各样的木雕、漆器、银器、古董、香肠、各式服饰、水果、甜品等，一应俱全，每天晚上都有餐食、早餐，饭店内用午餐，到场提供晚餐，泰式风味餐。B 住宿，老城区阿莫拉塔奥泰尔奇梅或 IMPERIALMAEPINGHOTEL 或同级29分之11，出租车游览纳古城、建都3王纪